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是大港节第一主日，咱就要三甲咱备办心来开始迎接咱的主的降生的第一主日。请咱就这是咱备办心要享受上帝话，咱来默祷，啊个请蔡长老的夫妇，咱来为咱点这个大港节第一条的迄个蜡烛，希望的蜡烛。来啊！咱就要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育的百姓，是伊手下的羊。咱请敬拜团来带咱来学乐。大家平安。我们在12月一个充满盼望、充满快乐的日子，我们要一起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那大家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起立。那如果需要休息的话，也可以随时坐下。我们用第一首歌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那一位即将来到的，他的独生子即将来到的。可以一同击掌欢呼，一同歌唱来唱歌。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
里，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高举你，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的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张开口，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阿们，将所有的赞美荣耀归给他。我们在第二首诗歌，在我们教会即将建堂的时候，在我们耶稣基督即将来临的时候，将他这位房角石奠定在我们的根基上，使我们能够完全的定睛在他上面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我的盼望在基督里，因他宝血我竟成义，我不信靠世界虚言，全心仰望耶稣生命。我的盼望在基督里，因他宝血我竟成义，我不信靠世界虚言，全心仰望耶稣生命。基督是房角石，你爱里的刚强，风雨中他是主，他是主。黑夜来临，这必容灭，安息在主，恩典普遍，
进城里，我不信靠世界许愿，全心仰望耶稣，生命全心仰望他，全心仰望耶稣生命。阿们。我们持续站立。这是叫咱有缘徛伫咱三个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伯利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请咱三个阿头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竞选阮甲你的救恩有份。阮感谢你诚侪教会的赐角少，阮也感谢你，互阮准备心，阮会当将时间分别做成，用心情甲诚实来敬拜。主啊，阮的敬拜是要献互你。逐摆阮敬拜俄罗主，求求就要四散，阮的心神就要得到更新。愿你的宝座伫阮的敬拜中设立，你的灵充满伫教会，也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心。阮恳求你赦免阮常常软弱，直到犯罪跋倒，求你帮赞，互阮在罪尽力来弥补阮的亏欠，通安然来伫你的面前，也帮赞阮无伫欠人，只有掠三听，也是欠人，佮帮赞阮听厝边亲像家己。主啊，阮也为着教会，求你伫教会逐项聚会、团契、社区班，祝福阮服侍的同工，心灵勇敢。阮参与的兄弟，伫过程中拢重新得到快乐。特别阮12月要举办圣诞节的活动，恳求主经过阮手所做的工，通过逐摆的活动甲聚会，阮所野福音的种子有圣神感动，将你竞选要得到救的朋友加添互阮，也为着阮的家庭、阮的家族、亲情甲朋友有还未得救的，求你照着环境来引带因，柔软因的心，互因早日成做你的囝儿。阮继续为着阮所想着的兄弟，有人肉体有病痛，心内有重担，生活得到试炼，互即个世界掠条，求主怜悯、医治、安慰甲透放，照主你好的旨意，想使教业的稳定伫因。今早起，感谢你搁一摆赐福伫蔡长老，照着伊来阐明你的启示，恳求圣神做工，互阮的心通明白你的旨意，用基督的心做心。感谢主，这是阮的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下面请三马团契来带咱来敬拜，因为要吟的诗是尽情的微笑。
感谢三麻团契真水的鹅肉。这是咱来享受上帝话。今仔日圣经，伫加略太书第4章第4节到第5节，加略太书第4章到第5节，由我来念。若是到迄时，到迄个时已经满，上帝赐伊的囝对负人人来出世，出世伫律法的，来赎回律法的人，互咱受设立做囝。以上，下面咱请带长老为咱证道，伊的题目是期待甲希望。你听这个平安，今日听到我的声，有感觉足水哦，嘿。到昨还佫无声呢吼，即阵我都无咧烦恼，若礼拜日到就有声。感谢主，上帝互我佫感冒啊，嘿，所以讲我毋敢用即支麦克风，用即支麦克风好。我只细只拄仔当带伊出来，我两个拄仔一直动3个月啊，终于因为后礼拜要去日本，所以讲感冒啊，来日本感冒就好，嘿。阮太太完了有气喘。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每次来敬拜都是很美的。今天你们有没有看到一对那个豺狼女貌？嘿，不是狼才哈，嘿，从这边这样慢慢走过来，这是40年前的事情，有没有看到？那个男的穿的帅不帅？哎，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我们能够点上第一支蜡烛。抬杠者当中四支蜡条。希望蜡条、信心的蜡条、喜乐的蜡条，最后一支是仁爱的蜡条。即你讲是这个4个抬杠坐了，第5个抬杠坐，那么点到这支是世界的光，世界的光。所以应该是11月底开始有第一个代降节，但是现在我们教会因为11月底都是感恩节，所以慢慢的就要变成收成4个礼拜，所以变成第1个礼拜、第2礼拜、第3个礼拜、第4个礼拜把全部都点上。点上蜡烛代表的是一种我们对主的怀念，一种我们应该特别去认真看待，而不是每一年庆祝圣诞节啊，嘻哈嘻哈，圣诞节到了，我们很快乐，当然是很快乐。有人讲说圣诞节是耶稣来为我们受苦，耶稣替人受死哦，足艰苦日子哦，那个愁眉苦脸，圣诞节是很快乐啊。如果今天不是耶稣基督降生的话，今天你能够得到救赎吗？所以圣诞节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点这4支蜡烛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期待跟我们的希望。我们第1个礼拜，我们的期待，我们的希望。他说我们怎么可以期待主耶稣已经来了啊？所以我们慢慢的要跟各位慢慢在分享我们的预备，我们的信心。代降节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预备。我们要信心，主的再来，那我们要宣布喜乐。但是因为下个礼拜我们有那个选举，所以再来第3个礼拜我们宣告喜乐。这个喜乐的蜡烛就是忍耐的蜡烛、爱的蜡烛、3条的蜡条。最后说基督伫咱家做主，来我们会看一件事情：我们的一生中哦，我们有好多的期盼。咱若到大了生囡仔了，生小孩完以后，以前你们觉得说，哎，我在我小女儿身上，我希望她以后成为那个非常美丽的音乐家，或者非常那个是很好的作家。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在小孩的身上，有时候我们对小孩子都有无限的希望。你个看，隔壁那个阿姨啊，读册拢比你较高。我也会从小我们就互相在比较。你看我，你看人，你看阿昌因的囡仔啦，教得遐好啦，你安尼啦，行为遐歹。我们就是经常在比较，我们我们一直在不满足，我们就希望下一代是照我们的模式去把它塑造。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件事情：功课很好的人，那功课就好诶，都是考医科嘛。你为什么不填医科？经常填那个考古学系。对啦，考古学系出来干什么？连工作都没有，填这个考古学系。所以很多，我有一天跟一个学生，台大的考古系台大考古系那个学生在讲，他们班上有2/3到毕业的时候都已经转完的，大概留下来不到几个。
父母一定对他说：“你去念台大考古系干什么？”他考系考上唯一的目的是因为成绩很低，可以转学。然后我们就看这个小孩子，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回想，我自己在回想，我要反省，主耶稣对我们有这样要求吗？他要求我们的不是我们要功成名就、荣华富贵，主要是要求我们谦卑的服侍。所以说，只要求我们每一个的信仰生根在他里面，学习他的样式。因为我们在世的日子并不多啊，可是这个社的压力就是给我们，尤其开同学会，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开过同学会？各同学就是比赛谁的成就好的场所，就是同学会。那个什么人偌高咧？开一间建设公司，赚偌济钱。那什么人是大企业家？那什么人是做什么大官？然后那一些比较普通的人就这样静静的在一旁边吃蛋糕，这叫同学会。我们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同学会跟教会一样？我们能不能将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在教会里面重新诞生？中间教会没有主耶稣基督里面特别跟你讲的，你要有功成，要有名就，要荣华富贵，有的是什么？一心一意的为了主耶稣的名义服侍他，谦卑的服侍，福音广传。阿们。中间教会没有说谁比较厉害，谁比较强，非谁不可。但是他这种都很重要。你说这样非我不可的话，那我明天不要来了，我不要来中间教会了。每个人都非常重要，每个人哦，我讲的是每一个人哦。所以我们当父母的，是不是从今天开始？我自己本身已经失掉这个时间了，现在看我们的小孩的现在变成在我们的孙子身上。对那些孙子来宾，我们教他品德，品德比什么更重要？信仰比什么更重要？你练得多高？我在已经让形形色色当了法官这么久，在社会上看这么久，那些留美的、留学回来好有名的这些博士们。结果最孝顺的是谁？那些国小毕业就在那边累残呢，在奉养他的父母。他的妈妈顶多能够去甲世界骗，阮囝这是太空总署咧做博士，你看今个寄5000块给我，讲叫我身躯够用。啊，你边仔一个逐日咧做事，逐日咧照三顿咧甲伊饲，都无路用，国民党毕业尔，叫伊考初中都考袂掉咧。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后一代都觉得我们是父母的宝贝，是上帝的宝贝？每个人让他们能够在发展的中间不要受到干扰。今天我跟父母这个挑战可能很大，有人可能会非常不服气。尤其我们经常看到小孩子每天累得要死，然后回来发个手机，跟朋友拉一下，跟他看电脑，跟他看手机啦，等下没读书了，跟他看手机。任君啊，你妈妈有没有这样？你看人看手机，都没在读书，啊，一日到晚跟他闭电脑。这时候熟不熟？很熟吼，很熟啊。叫你读书，你跟人读书，跟他一日到晚跟他摸电脑，很熟啊。我们能不能学习尊重小孩？今天我跟父母在代将节第一个主日，我的希望，我的盼望。说希望我们当父母，我做不到，我觉得我有惭愧。可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父母能不能尊重小孩，让小孩子在快乐的环境，在有信仰的环境来发展。今天我们看贝如的小孩在这边带歌，我心里是高兴的。为什么？走出来了，他走出来服侍都值得赞扬。他当不当大官啊？他有赚多少钱？对我来讲根本不重要。我已经活到可能说难听一点，一脚踏进棺材。可是我还是觉得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样让你的下一代过得快乐，过得有信仰，然后让他在跟主耶稣伴随的日子里面能够得到尊重。所以我们学习第一件事情，尊重我们的下一代。包括咱的后生查某囝，包括咱的孙啊，尊重他们，让他们在很健康、
很快乐、有限的环境之中长大。太阳节跟圣诞节有什么意义呢？每年都在过哦，每年以前我们小时候为了圣诞节，编剧哦，哇，忙得一塌糊涂啊！之后要寄圣诞卡，以前都还有寄圣诞卡，以前尤其美国寄完圣诞卡以后，都会送到教会来，哇，一大堆的圣诞卡，我去选圣诞卡去送给人。还每年又过了啊。第二，尤其每个家都有个现象，圣诞节大家热闹完了以后，下个礼拜来的人哦会比较少。因为大家都好累，在家休息一下。圣诞节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代诞节跟圣诞节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为了圣诞节，我们在准备是什么？从心里的准备，要很高兴的准备，因为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呐。主耶稣基督，神的样式，他甘愿于像做人的样想呢，做人的样子哎。为我们牺牲，这是圣诞节最重要的意义。待降节最重要的意义，等待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个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我们每一天都在准备，每天都 stand by， 每天都预备我们的心。你不要期待赶快去招总哦，赶快怎么让我的小孩以后能够谋得一个好的职位，谋好的官位啊，以后怎么样娶个还非常漂亮的太太。其实我对媳妇也没什么要求啦，只要漂亮、温柔，家里有钱，又很会侍奉公婆就好，对不对？我们家里都很少，做不到啦。但相对的，我们能不能希望下一代他们过得快快乐乐、健健康康？我们在每次唱到以色列人最喜欢唱这首歌，请来请来以马内利。今天我们的回应诗会唱第一节跟第二节，请来请来以马内利。以色列人现在在以巴战争的时候，他们在哭腔里面就会唱这首歌，用他们的希伯来语唱。每次唱完以后，他们就哭，不会想象得到那个情况。他们多盼望弥赛亚赶快来，结果弥赛亚来了，他们还不知道，还在那边盼望弥赛亚赶快来，让我们弥赛亚这个小国不要再受欺负。以色列人在被欺负，整个种族在被屠杀。圣经有没有预言？有啊。在被屠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知道，我们的代降节是从拉丁文来的，告诉我们代降节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期待主的再来，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期待主的再临。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我们要细思我们的人生。我不知道你人生多长，我所讲的人是在世的人生，不是那个永生的人生。我们不细思你的人生啊！今天10月3号是什么日子呢？是全世界里面的身心障碍者的关怀日。身心障碍者，上帝怎么创造你？特别创造他英俊潇洒、四肢健全、运动又非常的好，读书又好，头脑又聪明。怎么创造我？有时候唐氏症，小儿麻痹，有身心障碍，那上帝不公平啊！其实对上帝眼光所创造的，他都认为是美好的。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很注重身心障碍者，这个国家才叫做进步。所以我们国家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我当副主任委员。我们要的是什么？想办法让这些最弱势的、上弱小的人得到国家的照顾。我们总会把它今天定做身心障碍者的关怀日啊。身心障碍者，你说那我们来关怀他们，我请问各位，你觉得你是身心障碍者吗？我没有啊，我好好的，你看我自己都走路来礼拜。你是身心障碍者吗？我真的很喜欢请教各位，你是身心障碍者吗？赎子亚当犯罪之后，罪进入我们的心，其实我们基因有没有受到破坏？这是那个胡志明院长讲的，说，为什么某些人这么多的罪？因为我们基因受到破坏，我们基因里面其实夹杂着罪，其实我们基因是不完全的。就在我曾经跟一个精神科医生在讨论，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精神病的基因，不要惊讶哈。大概人都有小病、精神病，大跟小而已。”我说：“真的啊？”他说：“真的啊。每个人都有癌症的基因，
我都健健康康的，大家身躯拢有癌，有诶较紧，有诶较慢发作。所以你们感觉讲我是足健康的，我是足好的人，其实，在上帝创造以内，受到亚当的诅咒，我们身体其实是残缺的，是3长的。我们不要看到人家那种外表心理上是身障者，其实我们要检讨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是身障者？心理上我们是不是3长呢？如果我们不是3长的话，我们为什么会嫉妒人家？我们如果不是3长的话，我们为什么看不起人家？我们说3长的话，我们说没办法对我们的邻舍施出我们的爱心呐、那现在无法度将听分享出来咧。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讲，那么3长呢？如果你不是3长的话，你为什么跟他顾家己，没顾别人？圣经教导得很清楚啊，不要光顾自己的事情，要顾别人的事情。就在某种程度里面，我们本身也是3长，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犯罪以后，我们现在情况怎么样？我们现在一个国家好听是进步。你看非洲国家好落伍哦，台湾好进步哦。圣门一家一家开，人家说来到台湾以后最大的就是你晚上24小时想吃东西都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吃东西。它是全世界里面敢讲哦，全世界里面没有一个像我们台湾一样的半夜30点出来，保证你吃得好饱。但是相对的，我们在看不起别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你为什么不将你有能力的，你有能力，你有那个能力，你为什么不去帮助他们呢？像耶稣所讲的周济穷人呢、不要只顾自己呀、我们在太降节时，我们一天一再思考，所以是告诉我们压伤的芦苇什么？它不折断啊！你受了再大的苦，只要有主耶稣跟你同在，你就你要花起经费。都没刷，所以有主同在，你每一天都过得很快乐的日子，每一天都是希望，每天都是盼望。我们每天跟耶稣同在，每天很快乐，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世的日子里面，我们要跟主同在啊，这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那个国际有一个公约叫 CRPD，CRPD 公约里面是我们现在监察院里面国家人权委员会列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而且我们经常定期在发表，我们要四处去看。比如用我们教会来讲，我们教会就是个不及格的教会，因为我们教会的残障设施不够。我们甚至在想说，用性平意识来讲，我们教会也是不够。你看，我们男生的厕所跟女生厕所，女生厕所只有1间呢。其实对我们姐妹来讲是不公平我们姐妹都很会忍耐。其实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姐妹的用。当然是讲厕所好像不太好听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也就是我们要顾虑到全面，让他们来到教会里面，什么都很方便。就像那残障者一样，我去那个不是有一个圆球吗？在士林夜市一个圆球，北艺那个台北那个流行艺术中心北艺，我特别去跟他参观看一些设施。之后，如果各位有空去北艺看一看。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进去，他当然带我全部都走一趟。他们先想到，如果残障者进入到我们这里来，他能够得到什么？他能够得到什么的招待？所以我们就发表 CRPD 的一个公约。那个很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亚当的诅咒让我们基因都是3长以后，我们怎么样？除了外表身体的残障以外，怎么样？我们内心，让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是健康的。这是觉得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迎接主的降临，重要的是我们要正视我们的3长。咱来先知咱家己本身是无健康的呢，不是讲我这感冒就讲我无健康。我嘛感谢主，好在我感冒，那早讲我不是踢趴的，因为最近很忙啊，白天晚上一天睡不到几个小时，安尼逐日无用了。感冒一了，讲感谢主，我早讲感冒，后礼拜要去日本，走到日本一面感冒一面休困，过来有工课通做工课。我凡事感谢啊！太太最重要是要正视我们3长，让主耶稣的救赎啊，让我们，你看咱特别那咧无水佚佗的时阵我们都好像例行化我专业上帝我跟你一起加些，佮你的灵魂体的保障无通啊，直到主过来。我这时候祈祷稳定特别上帝听堂圣贤的相当跟你三个做伙对自己提高勇气来无尽。
我们好像在祝祷的时候都觉得是理所当然，可不要忘记，那个祝祷是我们的希望，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分别为圣，希望我们的灵魂体都得到保全，直到主再来。每个人要装备自己呀，每个人要得到保全，直到主再来。第二个，我们要来在施待降节。耶稣的出生不是偶然的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是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预兆看了有童女怀孕，你要把它取名叫以马内利呀。那个之后，我们就看到那个天使来找那个玛利亚，蒙丹的女子。我们在第3个礼拜，我们特别会讲那个那个尊主颂。蒙丹的女子，你是有福气的所以天主教称她是万福玛利亚，阿维玛利亚，万福玛利亚，她是有福气。你现在看一个处女，一个童女，突然人家讲你要怀孕生囝，那个心情要多大大家都会讲，如果我知道我怀的是耶稣，我当然办点高兴都来不及。他知道吗？不见得知道只是他的信仰很虔诚，他知道说天使来跟他讲的一定有他的目的。所以当你相信他所怀孕的是圣灵所怀的孕，所以之后我们就看到什么？之后我们到圣诞节就会看到天使报佳音在至高处荣耀归真神，地上和平归他所喜悦的人。地上祭管的委员跟归地上的追求和平归地所欢喜的人主要说来呀，主耶稣来，主耶稣传到的地方大不大？不大，在加利利附近而已我们总觉得说，哎呀，我们的传道地方真的不大，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传道也不大呢。他在加利利附近而已。我们现在有一个关怀据点呢，你觉得那不重要吗？我觉得那很重要他们能周遭的这些朋友们能够到我们教会来，这是我们的福气我们在4个研讨会的时候，那个研长老还在讲说，我们把讲师会减半。不要领那么多，我们自己牺牲，为了他们来，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叫他们牺牲呢？这是一个尊敬嘛。他们要不要奉献是他们的事情。如果真的教会不够，教会应该补足他们因为他们能够到教会来，就是一个宣扬福音。我们教会不是平常门关起来，礼拜天开门来做礼拜，那个不叫教会，那个你把它当做 club 好了。我们不是以礼拜为中心，礼拜当然很重要。可是平常重不重要？当然也重要能够让未信主的人踏到教会里面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关怀在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让教会就是要关怀人家，教会的目的就是要关怀这些弱小。教会目的的话，听说我们的那个桌游班还报名还要截止呢。我们教会关怀祭典办得不错呢，连报名都讲没赛一个人收济这季。可是你想想看，这些人愿意踏进教会，以前咱招人来教会大家想着来教会，讲你要去教会不要因肯来教会。我听对咧讲，足趣味讲，当还是要传基督，还佫无啥甲基督，即摆基督足正常的这是真水的一样事就是说基督就是甲你传播这大好消息啦。抬杠这个意义是安怎呢？但跟先跟咱讲时机成熟的时候，上帝就要差遣他的儿子，就主耶稣基督为女子所生，且在律法之下。但是就照我们一般平常的老百姓，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获得儿子的名分。不是讲咱就是做后生，就是咱会当得到囝儿的名分那会当称我阿爸爸这是多美丽的一件事，是主耶稣的救赎，让我们可以称呼阿爸父我们以前亚当的诅咒，不是我们这样困在鸟笼里面，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被罪所捆绑了管你几日过几日啦死了就好死就好。很多人都是这样想反正没关系时间到我就死了，算了我都得不到解放。所以说基督来让你什么救赎把你从罪恶里面把它救出来。救出来以后，更重要的是什么？让你得到儿子的名分神儿子的名分，这多伟大我们要努力追求完全，跟主一样。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是站在审判台，
或者审判那一些犯罪的人，而不是我们坐在下面被审判。可能我这辈子当法官当太久了哈，我当监委一样都在问人家的，都在问责人家。可我们很希望说，有一天你在生命册里面有你的名字哦，有你的名，有时你是人审判的，不管你伫社会名声地位啊，啊，主要说已经降升啊，啊，现在都在庆祝要啥物？所以讲有的教会吼，无咧庆祝圣诞节呢。我感觉迄是偏端啦，我足好胆讲诶，你若无爱做工课，就讲莫做工课，都要找一大堆理由。现在当然爱庆祝啊，互咱搁开一篇记条，讲圣诞节咱应该做啥物工课啊？咱伫圣诞节时阵，咱接受诶生命，讲将那些黑暗甲拍去杀啊！咱每一个人，毋通为了黑暗冲入咱诶心，咱点到蜡条，这蜡条是啥物？互咱有一个希望啊！希望就是讲，咱内面的黑暗、误会啊，会当照着这光，甲咱照光啊。咱若定定当迄黑暗嘛无，咱无当看到光啊。所以，咱若纪念主的降生，咱来期待啥物？期待圣神来啊，来进入咱的心。所以说，基督上天的时候，甲咱讲啊啦，你来去等啥物？等圣神来，等圣灵来的时候，你们会得着能力啊。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要预备主的再临啊。主再临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哦，也许我在讲话中间主再来。我们说是背题不知道哦，搞不好今天哦，搞不好现在哦，搞不好明天，搞不好下一代。可在主要说基督所结的日子内面哦，迄拢足短啦。最后一摆等待主临，咱这里面叫做主临啦吼。他都怕讲迄个叫做主临嘛吼，其实很重要的，我们要等待主临。等待主临，不是等待他来打鼓啦。等待主临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让咱看主要说基督去到会堂的时阵，人摕以赛亚书互读，以赛亚书掀起来，所以讲到伊预言，伊讲啥物呢？哦，主会领伫我的心上啊！哦，叫我传福音无送乡的人，注意这句话哈，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传福音毋是要传到好野人的呢，毋是要传到101的人呢。传福音是要传到送乡人。你若感觉我足好记诶，我当都要我信用偌好时，你真正毋免来教会啦。咱家己有欠缺，我们有欠缺，我们才需要教会啦。如果我觉得我是很付出的人，根本就不需要教会。我们来传福音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来教会，然后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书方给他们说什么？这些话已经应验了。他告诉他们，以赛亚的书已经应验了。可是你看，在座的人有谁相信？没有啊。包括现在以巴战争，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一个大某一个大某的囝，一个咱莫讲细个，一个大一个细囝，迄就对啦。这囝孙嘛是共款敬拜上帝呢，共款读旧约啊。他现在等弥赛亚，为什么他们在等？因为他们不相信呐。所以你现在这时候，咱真正爱怎讲呢？睇看这，互咱足大意义，就是讲，咱每一个人爱准备咱的心，互咱知。咱咧等弥赛亚哦。100战争的时阵，因在咧等的时阵，因甲你想要我会甲你拯救啊，会甲你 salvation， 会甲你拯救啊，要我公平甲正义啊 ，justice 跟 righteousness。那真正你照顾主要说基督啊，主的公义来。以色列人就是讲，伊甲哈马斯拍是公义啊，哈马斯真正做了种毋好的代志啊，总是战争甲无公义啊。乌克兰战争甲有公义。当然，你讲俄罗斯就毋对啊，乌克兰当然受迫害啊，但是迄有公义，真正战争内有公义，战争内无公义呢。战争毋是干那拍军人呢，拍军人嘛是无公义，战争拍是有思想，遐思想，另外一个角度，为着恁遮个人，我得爱思想啦。你会记咱顶咧拜因信称义的时候，咱有特别讲到即项事，讲啦，迄个如今本来伫律法的时代。咱即摆到稳定的时代，咱得到啥物？主要所基督救赎啊！所以咱该把即个机会啊，伫稳定的时代，咱有主要所基督救赎，咱来把即个机会啊。把即个机会时，咱来真正会摕到主要所基督的救赎。所以最后，咱受一样事，啥物叫做公义？人的义，上帝的义，毋是我这亚义的义哈，毋是中义的义。义啊，咱常常在自以为意，拢感觉。我倒是对，法利赛人嘛认为我对。
哎呦，耶稣啊，你啥物出事的？我是对着壁啊训练出来呢。你哦，根本就是个目睭的囝，你是个木匠的儿子，你有什么大不了？所以讲身体的本乡不受欢迎啊。他的出生，你想想看，耶稣出生的背景，比我还差呢。耶稣出生是一个最普通一个木匠的儿子哎，你想想一个木匠的儿子来教导你，凭什么？我好歹是台大毕业的，我的智商157耶，你耶稣智商才多少？我觉得不服人呢。所以耶稣伫咧教导的时阵吼，就伫咧法利赛人是看无起耶稣的啦。啊，圣经你都无啥捌咧。阮圣经吼，逐日背呢，绑带用到我的手，绑到我的额头，绑在我们的额头。我们每天背圣经，你就会比我还熟吗？耶稣不是熟，耶稣是知道圣经是写什么，圣经里面所讲的是什么。我们要重要的是说，耶稣跟法利赛人，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哦。那么家己感觉足搞的哦，因为其实主要所基督爱是安怎？爱甲咱讲的，迄个义是啥物义？是上帝的义啦。上帝看作是好的，上帝这个义本身，这个义不管上帝公义好，上帝恩典也好，还是上帝教义约束，互咱的义。这个义是对上帝遐来，咱来珍惜，咱来把上可怕的是啥？人自以为义。我再讲一次，你不要以为你讲的都对的。我们的信仰最怕是什么？辩论。我们经常有时候跟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在那辩论。你的信我的基督教对，我的信仰教安怎拄安怎，我的信仰基督教偌好拄偌好，我的信仰，我都他那唔去咧。我们能不能用比较温柔的话？然后跟他讲说，你看我到教会里面，啊，每天好快乐哦，真的哦，不信你来一次你就知道，你到教会里面你就觉得说那种很快乐，尤其那种在得到悲伤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带他到教会来，让他觉得安慰，那就是信仰。在结束之前，我们圣诞节通常在美国都会送礼物，有些学校都会送礼物给老师。在一个市里面有一个学校。这个老师知道说，他们送的礼物都会送，有钱的人会送的很多，没有钱的人就会比较寒酸，所以他就跟他们讲，老师喜欢送的礼物，圣诞节送礼物，老师也会送给他们。他们在圣诞节送礼物是一种惯例，是一种习惯，不觉得怎么样？但相对的，老师希望你们用最少的钱拿到最有价值的礼物送给老师，老师会更高兴。哇，大家就回去。跟爸爸妈妈讲，爸爸说没问题。你老师哦，我明仔载来迄个干买一个 LV 的皮包，互你老师就好。我知你老师叫迄个 LV 的皮包，啊，无是 Hermes。无阮老师讲呢，讲的钱足少的呢，愈少愈好。毋通足侪钱的呢，才毋通足侪钱的。啊，你送老师物件无问题，爸爸替你准备就好。阮老师讲是爱家己准备，老师讲一定要自己准备。我你要准备啥？啊无我钱当甲靠开哦。打破也好几百块，啊！你囡仔不要买物件了，爸爸替你买。结果一行，大家摕物件来，老师跟他笑咧，跟他问一句话：这是用你的钱买的吗？这是你自己想买的吗？就一个小孩子，家里很穷，他这样，大家都送礼物的，他最后一个人就拿出来给老师，老师。我送你一个贝壳，海螺的贝壳。学生一直笑，贝壳不要钱，去沙滩捡就有，对不对？还要送这种礼物，老师怎么会爱？然后我就问他：“你这个贝壳怎么来的？”他说：“哦，我要找这个贝壳，我就走路，走多久？走了大概20公里。”我就捡到这个贝壳，我觉得好喜欢。我把这个贝壳拿回来，那里头会走了40公里哦。对呀，我早上出发，我晚上才回来。可是我好高兴，我终于看到这个贝壳，好漂亮呢。中途虽然有一些贝壳，可是我觉得不够漂亮。我听到眼泪就掉下来，把这个贝壳拿起来跟同学讲：“同学们，这是我最喜欢的礼物。”班长就不服气，老师，
我存钱存了那么多，我跟你买这个皮包不漂亮吗？你为什么有这个贝壳？贝壳不值钱啊！老师说贝壳不值钱，值钱的是什么？他走了20公里的走路，再走了20公里回来，40公里的走路最值钱。亲爱的兄弟姊妹，为了主耶稣基督，你干嘛行20公里去摕一个贝壳，佮行20公里倒来？还是讲厝邻有诶南山诶摕来献互主就好？为了做这刚先付出代价呀，要付出代价。40公里最珍贵的礼物，而不在那个贝壳，在你的心。上帝看人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期待天父，我们点上希望的蜡烛，让我们在待降节的时候知道主耶稣您再来。当你再来的日子里面，我们都预备好了，我们有最好的礼物给主耶稣基督，求主耶稣基督悦纳，让主耶稣基督知道，在待降节的日子里面，我们多么的盼望，我们谦卑的服侍，我们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迎接主你的到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感谢蔡长的真好的勉励。这是咱来回应上帝话，咱来吟圣诗第41首。请来，以马内利，咱吟第1节甲第2节，请咱起立来吟。请来，以马内利，救赎以色列。请坐，只是请咱备办心来奉献。
请咱起立吟奉的诗。请咱犹原徛咧，咱来吟上咏圣诗第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吟诗煞，请蔡长老为咱来祝祷。世代，请咱犹原徛在咱受上帝祝福，愿将两个爸家己，互恁一真诚心，佮愿恁的灵魂体拢得到保全无通险，直到主过来。愿主要所记的恩典，天父上帝听通，圣神的引带，甲恁三甲天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请坐。这是我来报告。会注意圣港分担啊，还有个奉献的报告，咱家己来看吼。消息报告的部分，咱礼拜后有小组的分享。咱今日新港讲的读经的进度是以赛亚书16章到41章。咱就是咱先请叶长老为咱来迄个有替咱做迄个小组的查经的迄个分享。今日这平安吼，咱因为几下礼拜无照个进度啦吼，我即马来讲就是讲，咱顶届有讲过到22章嘛，23章吼，主要伫讲迄个上帝要责罚迄个太后的港口啦。太后就是咱若读旧约圣经是迄个推罗啦，推罗西顿吼，推罗即马新翻译会翻做太后。太后其实吼，咱知影迄个太后其实因做趁钱的，因为是迄个腓尼基人吼所建立的一个港口啦。因做趁钱，做趁钱诶，趁足侪钱，所以上帝讲要甲伊刑罚啥啦？讲因心目高，伊诶目睭吼很高傲啦，所以上帝要甲伊刑罚。上帝刑罚咯，其实咱读个历史就知影吼，太后经过几摆呢？722年，4年前722年，亚述帝国将以色列甲灭亡诶时候，共款有去拍迄太后，共款啊。过来吼，咱读着圣经内底吼，内底迄个有几个人啦吼，西拿基利啊。西拿基利共款吼，伊去为迄个耶路撒冷的时，共款嘛是去拍太后，嘛是去拍迄个太后，拢无甲拍落来，因为太后拄好是一个离迄拄好伫海边的一个小岛啦。过来到啥物人呢？到迄个亚达西西，亚达西西就是以斯提的时啊。到以斯提的时，亚达西西啊，即个波斯王吼，嘛去甲伊拍，
啊，当然迄阵嘛有甲伊拍，无甲伊规个拢甲伊消灭啊，甲拍安尼尔啦。到当时较整个甲消灭呢，到迄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怎啊将迄个其他的城墙伊拍落来城墙哦，拆落来以后去吞迄个海啦，将海甲吞哦，吞一条路吞去到迄个太湖遐，将太湖规个拢甲灭亡，规个拢甲灭亡啦，规个拢甲放火甲烧了，人拢甲拍死，啊拢甲掠去安尼啦。哦，这是啊，所以圣经咧讲的讲太湖个迄落推罗吼，遐会拄着迄个灾厄啦。到耶稣的时嘛咧讲迄个推罗西顿。到耶稣的时嘛是有讲到啦吼，啊这是太好，啊太好毁灭，伊讲啦，讲没有房屋啦，港口封闭啦，一片荒凉。啊是安怎会安尼呢？因为伊吼是迄个高傲啦，所以高傲上帝要互伊遐高傲的人变为谦卑啦，变为谦卑。啊有应允讲几年以后会个恢复呢？70年以后啦，啊有影70年以后有个恢复啦，所以较会到尾啊到亚历山大大帝的时，较会整个较个灭亡一摆啦。啊，过来24章吼，到27章咧讲啦，讲大地吼会遭受到灾难啦，啊，上帝的城会个重新建立。啊，这内底吼有讲迄个地图吼，讲整个大地列国吼拢会受到灾难，讲地图悲哀衰残，啊，空虚荒凉，啊，因为居民污秽，欢乐止息啦，规个欢乐拢止息啊。哦，这就是因为亚述帝国拍一摆了，过来咧巴比伦帝国。亚述来拍遐周围国家了，过巴比伦拍遐周围国家。咱知影吼，迄个以色列甲迄个巴勒斯坦的战争啊，你看都那个整个巴勒斯坦就被打成这样了。啊，过来迄个俄乌战争，迄乌克兰叫人拍甲呢，哦啊，共款啊，迄阵搁较迄个古代的时搁较残忍。古代咧拍是搁较残忍，即摆是有炸弹啊，但是古代若城攻入去，差不多拢中台啦，中台。哦，咱知影迄个到罗马的时嘛是安尼啦。啊，但是上帝有应允讲啦，讲伫东方哦要荣耀神啦，东方哦，因为伫东方迄个所在要荣耀神。啊，后来咱知影迄个即个耶稣基督降生以后啊，哦降生以后有影伫东方都荣耀神啦，吼，东方搁较济人信。啊，过来25章伊咧讲啦，讲吼，就是迄一首感恩的诗歌啦。咱知影吼，迄个圣经咧讲以色列甲迄个犹大甲以色列哪会受到遐大的灾害？上主要就是安怎呢？上主要就是离弃神啦。啊，离弃神以后就安怎呢？以后讲迄个孤儿寡妇吼之离被夺去了，孤儿寡妇的离被夺去了。啊，所以一首感恩的之歌的时候，上帝。耶稣过来的时讲啦，讲迄个颂扬人有福音通听以外，讲要用公义来审判贫穷人，用正直来审判那一些孤儿寡妇。啊，伫前在讲迄个以色列那会甲犹大那会遭到这么大的灾害，伊咧讲啦，讲吼他们的判词呢，的判官的判词啦，夺了穷人之理啦，哦。啊，孤儿寡妇不为他们伸冤，啊，所以整个是完全相反的啦，吼，完全相反。所以耶稣基督过来的是，就是为着这些艰苦的人，为着这些需要的人，不管你是真的是贫穷还是心理贫穷啦，为着这。啊，过来伊讲要惩罚摩押啦，吼，摩押咱知影迄个附近的国家真济吼，拢受到迄个灾难，啊，摩押嘛共款啦，吼，啊，伊过来讲到的吼。讲恁都要专心仰赖神啦，哦，伊会保守你们平安，倚靠他，哦，一定要倚靠他。啊，过来伊讲到27章、28章咧讲到的吼，讲上帝要互迄个流亡者，就是以法莲跟犹大，对以色列跟犹大回归到迄个故乡啦。啊，这咱知影波斯帝国以后都回归到故乡啊，所以讲吼，迄个葡萄园会个复兴啦，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啊，充满这个世界。哦，啊，过来伊会除去偶像，除去罪孽，打碎偶像啦。啊，咱知影这是啥物人的事，都安尼呢？迄个西西家王因囝吼，马拉西亚，西西家咱知影是敬畏上帝的王哦，因囝呢，马拉西亚是一个吼恶王啊。伊讲安怎做恶到啥物程度呢？伫圣殿内底吼，立一个偶像伫遐咧拜啊。咱知影迄是非常严重咧，
哦，非常到罗马的时，因为要甲立一个，要伫遐拜迄个伫圣殿内底啊，这圣所内底要甲拜迄个拜即个，因为其他的迄个属地的神像，你知影引起马加比革命嘛？哦所以希腊才亡国去啦。希腊因为希腊为着安尼甲拍到尾啊，个罗马加入去拍的时，希腊即个亚历山大帝即个所创立的希腊怎亡国？咱知影即个马拉西竟然去遐拜。所以上帝通过以赛亚甲伊讲啦，讲你会叫人掠去啦。所以迄个巴比伦王来将将迄个马拉西甲割片啦，像牛咧割片安尼，割片用铜链甲链咧，甲掠去巴比伦。所以伊讲伊安怎，伊反悔了，伊后悔了，伊认错了，求神饶恕。求神饶恕的是上帝，佫将伊放倒来。迄个巴比伦人佫甲伊放倒来啦。咱知影即个伫圣经内底历代志内底有记即个故事嘛？这其实都是以赛亚在讲的遮啦。上尾伊讲啥啦？即个冇讲着讲犹大甲以色列那会灭亡诶？讲犹大以色列迄阵就是迄个罗波安二世的是足强诶，所以伊眼目高傲啦，过来敬拜偶像啦，所以上帝较会先互以色列灭亡。过来犹大咧，犹大讲啦。犹大讲先知醉酒啦，先知甲祭司醉酒啦，讲的迄个末世拢假啦，用家己的话啦，所以有讲到这啦有讲到这，所以后来伊讲伊毋要去靠埃及，还是靠亚述啦？伊讲埃及甲亚述甲巴比伦拢袂靠哩，所以伊讲得救在乎什么？平静安，得救在乎平静安稳啊，得利在乎安息归回嘛。有即个就是咧讲，就是讲你都爱挖苦耶和华啦。咱是讲迄个平静安稳甲安息归回平静安稳台语是讲迄个你都爱平静甲挖苦啦。平静甲挖苦上帝。这样的时候我们才会可以得到神的保守啦。咱知影看即摆的以色列伊都无讲即摆我来挖苦美国，还是来挖苦苏联，因为真个世界上强的两个国家，还是来挖苦中共。伊无安尼啦，即摆以色列无安尼，为什么？由历史可以知道，以前当时挖苦巴比伦，甲挖苦埃及，结果呢，神说什么？埃及不是神，他只不过是人；巴比伦也不是神，他只不过是人啦。所以人都会灭亡的。这是教教30章遮咧讲的啦。我以上甲各位分享，好，谢谢。谢谢。也长咧为咱分享即个小组的小组分享的读经的资料。我继续报告。咱今日大抗节，咱有邀请蔡长了为咱点蜡烛吼。后礼拜咱迄个10号，咱要举行圣礼典，甲要召开临时会会。咱临时会要改选3位教任的长老，甲2位教任的执事，所以请兄弟爱后礼拜尽量来出席吼。那无法度的会当伫后壁会当请假吼。迄个名单拢嘛搭伫这后壁的广播栏的所在。过来咱明年度的和会的报告的手册，就一寡遮资料吼，咱请各团契吼，也是各部吼，咱将即个报告伫12月24日进行咱来传互民力节吼。安尼另外补充是下晡迄个小组爱餐以后。咱有迄个放纵的练习吼，是，好安尼报告以上，咱即是着绿岛来闭会。
咱即是会当来互相请安，行平安的。